夜間聊天室，你哋好，我係 Simon。呢一集我哋講下美國嘅社會、政治同埋股市。特朗普嘅民調係下跌，佢剛剛選到總統嘅時候，直至到宣誓就職，佢嘅民調係有接近70% 支持率。今天佢嘅民調支持率係43%。今天4月3號美國嘅股市係大跌。我相信如果過幾日做民調，特朗普嘅支持率係更低。之前拜登同埋賀錦麗係選舉失敗，又係俄烏戰爭又失敗，經濟又搞得差。絕大部分一般生活嘅民眾，佢哋嘅生活就係拜登做咗總統之後係更差。點解特朗普睇唔到呢一點啊？佢向全球打關稅戰，如果對方好似一隻綿羊咁樣任你宰割，咁美國就係無本生意就大賺。呢一鋪又賭得好大喎。如果特朗普嘅全球關稅戰係打贏，個個都唔反抗，任特朗普宰割，咁美國股市又再翻山，又會上升翻。如果大家都學中國一樣反擊翻美國，美國要加我關稅，我又加翻你美國嘅關稅，咁就真係大家攬住一齊死。美國就傷敵1000，但係自損就800。中國就一早未雨綢繆，打關稅戰就絕對奉陪。咁呢一個關稅戰對中國有冇傷害？絕對係有，但係中國人就捱得苦，好快呢個逆境就會過去。到時全世界都唔買美國嘅貨物，萬一美國差唔多要同中國經濟脫鈎，中國咪繼續捱落去咯，繼續同其他國家做貿易咯。但係美國人就唔捱得苦㗎喎，經濟衰退，失業，揾唔到工做，工業生產能力就再下降，人民就對特朗普更加不滿。明年嘅中期選舉同埋下一次嘅總統選舉，共和黨係會失利，人民又失望地發覺特朗普唔係救世主，又選翻民主黨出嚟揸 fit。但係特朗普係4年嘅任期，呢一場戲仲未做完，可能特朗普係有計謀，最後嘅結局係會令所有人滿意。我結論嘅時候同大家講，但係特朗普就應該知道，佢要同全世界打關稅戰，實在就係弊多於利。特別係如果全世界都唔聽佢支笛，因為特朗普係話加咗你嘅關稅，你唔好反擊。今天如果全球都同美國為敵，要讓反擊加美國產品嘅關稅，全球嘅經濟就可能一齊去衰退，美國嘅經濟好可能轉入大蕭條，因為全球嘅 GDP 加起嚟係大過美國一個國家嘅 GDP。再過多一個星期到，我哋就大概會知道特朗普係想賣啲咩藥，到時我再同大家更新。不過特朗普就曾經提過，加關稅就會令到美國嘅製造業回流，但係我睇咗好多對美國嘅大公司老闆嘅訪問，就算係加咗中國產品嘅關稅，呢啲美國公司嘅老闆，佢哋話仍然係會向中國訂貨，因為佢哋得到嘅產品會係品質更好，而且係就算加咗中國產品關稅之後，如果美國係有公司製造同類型嘅產品，中國公司製造出嚟仍然係更平。特朗普認為打關稅戰就可以令到美國嘅製造業回流，就係比較天真啦，冇考慮到美國製造嘅產品嘅成本仍然係冇辦法同中國產品競爭。希望特朗普今次拋浪頭就唔好拋到咁盡，去玩極度施壓呢個遊戲就唔好玩得咁狂，了解自己嘅底牌。如果對方係冇俾美國嚇窒，損失更加多，我一方就會係美國。特朗普都會留意睇下對方係咪膽小鬼，如果對方係膽怯或者要求談判，特朗普就都會好大方，願意同佢哋談判。但係既然對方係膽小鬼咯，談判出嚟嘅結果梗係美國就佔有優勢啦。唯一唔懼怕嘅就係中國，即刻向美國對等反擊。中國咁強硬，特朗普無奈地就要同中國展開貿易談判啦。談判嘅時候，中國就唔會讓步。如果個個都要學中國呢個榜樣，特朗普就即刻頭痛。特朗普使用極度施壓呢個手段，如果再發揮唔到功用嘅話，如果攞到少少光彩就要收啦，否則美國就會變成孤立。特朗普就雖然自大，但係就仍然都有一個腦袋去諗嘢。美國會願意成為全世界公敵咩？特朗普又願意將自己嘅盟友推向中國咩？減少同美國經貿，增加同中國嘅經貿。TikTok 都到期，但係冇賣。特朗普又延遲咗75天嘅限期。特朗普就只係顯示咗自己嘅軟弱啫，即係美國係唔夠底氣，逼唔到 TikTok 出售。最近好多事要處理，就俾多你75日。特朗普又要再諗下解決嘅方法。最近中國又對台灣軍事演習，今次係冇對外事先公佈。演習發生咗啦，就睇下美國有咩反應。結果美國就冇反應，
今次係用到火箭軍、空軍、海軍同埋陸軍都參與，包括咗山東號嘅航母戰鬥群，中國嘅海警船都有加入。今後係以中國國家嘅法律常態地去巡邏台海。火箭軍嘅參與就係話俾南韓、日本同埋菲律賓聽，你哋國家同埋美軍基地都喺中國嘅火箭炮同埋導彈打擊範圍之內，向中國極度施壓。以往一向都係美國嘅手段。中美打關稅戰，中國唔單止係禮尚往來，仲要加啲小插曲。TikTok 就唔賣。美國就唔好再玩台灣牌，因為我嘅工具箱裏邊仲有好多工具可以令到美國痛苦。特朗普係咪傻嘅？特朗普打關稅戰呢個策略係咪判斷錯誤？咁我哋知道特朗普真係唔係咁叻嘅。新冠疫情嘅時候，佢叫人飲消毒藥水，佢以為打關稅戰可以拯救到美國，佢以為更多嘅公司會投資美國，就好似台積電呢一個傻瓜，佢以為製造業會回流返嚟美國。唔知道特朗普有冇諗清楚？如果大部分嘅國家都反擊美國，美國會點樣落台？今次特朗普又會唔會幫咗中國一手？因為特朗普對全世界背信棄義。中國為咗全球利益，中國作為全世界經濟嘅火車頭，中國就已經做咗一個榜樣，要團結同埋帶領全世界向美國說不。關於美國對全球嘅關稅戰，特朗普係等緊大家嘅反應。未來嘅7到10日都會有一啲變數，我哋就會知道邊個係會跪低。除咗中國之外，仲有邊個國家會反擊？特朗普又會唔會有個彈性去調整？好似打個7-5折俾你，你就好似覺得冇蝕底。最後就講埋股市，過去2天Dow Jones就跌咗9.26%，S&P 500就跌咗10.53%。Nasdaq 就跌咗11.44%，其實 Nasdaq 呢個指數由最高位就已經跌破咗20%，即係話 Nasdaq 就已經係 bear market。如果特朗普唔要有彈性去降溫，禮拜4宣佈咗同世界打關稅戰嘅詳情，一啲都唔要有彈性地去改變。如果全球嘅關稅戰係打得火紅火烈，美國嘅通貨膨脹就會高升，帶動經濟會衰退或者蕭條，全球嘅經濟都會係走呢個方向。中國係有備而戰，中國嘅人民大部分都會有毅力去渡過呢個難關。中國嘅經濟韌力係會比較強大，中國係仍然有減息嘅空間。所以我嘅諗法就係，如果全球嘅經濟係衰退或者蕭條之下，中國會受到嘅經濟負面影響會係最少。不過如果特朗普打關稅戰係有少少彈性，可以稍為改變或者妥協少少，美國同埋世界係不知道走落去呢個深淵。下一個星期嘅世界同埋財經新聞將會俾到我哋一啲指引，到時我哋再更新啦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先。未訂閱我嘅網友，希望你哋快啲訂閱，歡迎大家推介我嘅影片俾你哋嘅親戚朋友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